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今仔日佫来到主的圣日，甲大家伫遮见面来敬拜主。愿上帝甲咱同在，感谢主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真侪人所拄着的经历无同，可能身体顶面会软弱，可能伫工作顶面、生理顶面的问题，但是咱知影，这一切拢渐渐过去了。咱也感谢主，看见这个疫情啊，愈来愈缓慢较平静了。真侪人已经有诶无搁再低桥岛较放松，有诶人就出门去旅游、工作甲家庭诶人相合出去食饭佚佗互因诶身心灵有较轻松诶时间，这是感谢主诶恩典。咱盼望续落去诶日子，愈来愈归入正常诶生活。所以感谢主诶恩典，咱只有伫基督当中继续纪念在伫受苦当中诶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有法通仍然存活伫即个世上，完全是神诶恩典。因为神伫咱每一个人诶身上，拢有伊诶计划，咱着按照圣灵诶带领来叫咱在世诶日子来荣耀伊。咱知影这世上有真侪引诱，有真侪罪恶，求主保守咱，毋通被引诱，互魔鬼来引诱犯罪，离开上帝。咱着常常祈祷求神互咱力量，靠主的恩典来过日一生，荣耀主的名。这个是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看顾保守，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供给。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去阮一切不义，洗清去阮伫口条、心灵顶面一切的罪过。求主的保惠洁净。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你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互阮的灵命得到进步，互阮甲主的关系搁较亲近，互阮伫这世上搁较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来将失丧的灵魂归向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行，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事物相同，使诸犯罪多如应有，深浅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余生和好，赦免一切罪忧。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是圣徒。
靠近之力，要写神啊，爱要我水回甘，安置水长如天连天，仍能表达透彻。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颂扬真神之爱，真神之爱。各位的兄弟姊妹，本主日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司提反的殉道，司提反的殉道英文就是Stephen's martyrdom。咱知影，这个上帝行里的人，对上帝最大的疼是啥物呢？就是将家己奉献互主，以上帝以主为咱生命的主，以咱的上帝成做咱心灵当中的王，并且完全顺服伊的旨意。咱知影伫教会的历史当中有真侪传教士到伫非洲，还是南美洲，还是一寡真偏远的、真远的偏僻的所在去咧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伫遐辛辛苦苦的伫遐咧做工，为主来做工。因将因的疼、因的时间因的学习、因的知识甚至将因的生命献伫因的工作顶面，并且啥物呢？简朴后继，意思就是头前的摔倒，后面的搁起来，后面的搁向前进，继续落去，做即款的工作，为主结出的果子实在是真多真多，甚至有的人最后为主殉道，为主来牺牲伊的生命。伫新约的教会历史当中上是头一个为主来殉道。那么殉道是啥物意思殉就是死的意思，道就是为道理、为着真理为着福音，还是为着宗教来牺牲伊的生命，即款叫做殉道殉道的精神。伫新约内面头一间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建立的时阵真兴旺，但是后来愈来愈侪逼迫苦难临到教会。那么司提反是伫这个时阵出现。关于这个司提反伊的名字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戴冠冕的人，就是戴冠冕，冠冕就是 crown， 戴冠冕伫伊头顶的人。
咱看伊的历史，伊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伊离开了地上到天顶，我看上帝为伊备办一个荣耀公义的冠冕，要甲伊戴的，伊是配得戴这个冠冕。那么圣经提到司提反这个人伫第6章使徒行传6章第8节，伊在讲到司提反满心得到恩惠力量，伫民间行了真侪神力奇事。那么司提反也伫初期的教会，被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有圣灵充满的、有智慧的人，有智慧充足的人并且有信心有圣灵充满，选7个，司提反是其中一个。圣经安尼讲当对恁中间选出7个好名声，并且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大家拢欢喜即句话就竞选司提反，伊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当时初期教会传福音伫断边耶路撒冷的时阵神的道理非常的兴旺伫耶路撒冷信徒愈来愈增加，甚至呢有真侪祭司也信了这个道理，就是信了福音。真无容易所以祭司当中有的是法利赛人有的跩领袖因本来是遵守这个旧约这个摩西律法的真艰苦改变因但是呢，到新约的时阵，圣灵的工作，因跩也信了这个福音，信了真道了。伫当时当福音起来的时阵，兴旺的时阵，所以信徒咯、使徒咯、门徒咯出去传福音，但是引起当时跩宗教领袖一个犹太人的反对、反抗，甚至甲因辩论。圣经安尼讲，当时有称呼利百地那英文的圣经叫 Libertinus 甲因的会堂有几个人，并且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甲亚细亚国读者的会堂的几个人，拢起来甲司提反辩论。司提反以智慧甲圣灵所讲的话证人都抵挡不住，无法通抵挡因为敢若是司提反所讲的道理、所讲的话，是圣灵感动的，用智慧的话，用圣灵感动的话，当然跩咧抵挡要甲伊辩论的人是无法通抵挡伊的智慧咯。所以因真受气那即几个所在的人都是伫附近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也有12个，至少有12个跩犹太人的会堂会堂较咧亲像当时的教会
犹太教的教会因聚集的所在叫做synagogue，就是会堂啊。所以因伫遐在会堂有真侪踮外地来的别个国家来耶路撒冷受节伫遐献祭咯，来遐祈祷咯，因怀当入去即几间的即个会堂内面去聚会活动安尼啊。所以在即个司提反家己，并且带领一家讲希腊话的在信徒初信的人就去在教会，在synagogue，在会堂去传福音。但是因所传的福音呢，叫做因在犹太人的信仰甲新约的信仰有无同的所在并且伊讲到说怎样来迫害在先知所以就甲因辩论那可能这个司提反也是带在门徒向因在传道的时阵引起在不满并且咧甲伊辩论那么批驳这个司提反迫不得已就甲因辩论咯。那么当然因无法通叫因辩怎样咧？请一家人外面的人，犹太人，毋是基督徒，乃是犹太教的人，来用钱来买因，叫因做假见证，叫来诽谤司提反圣经安尼讲，司提反是以智慧甲圣灵讲话，众人抵挡袂牢。11节就卖出了人来教因怎讲？伊说将钱卖出来人，你着安尼讲讲啥物呢？伊说阮听见司提反诽谤摩西甲神的话，还是亵渎摩西甲神的话。第12节，因佫鼓励洗扫在百姓甲长老甲一家文士就甲因洗扫，叫因来甲因掠。当因咧讲道的时阵，甲因掠将因带到公会内面去 council。这个公会是啥物呢？公会伫当时叫做 Sanhedrin 是一个立法犹太人的立法会议这个立法会议有71个人，其中呢，伊选出正大法官甲一个副法官，其他的69个人成员就是有名望的人是犹太人69个人，就诚做这个三合林就是这个会议。去坐伫这个大厅内面四周围半圆形去坐伫安尼半圆形的在顶骹，然后司提反放咧中头，然后将各伊的话直直来侮辱伊，来甲伊辩驳将无影的话，因无做的话甲伊讲出来。伊讲你侮辱摩西律法侮辱上帝的话佮讲到什物耶稣有一日要改变这个圣殿这些代志用这无影无迹的来告因。那么后来呢？怎样呢？因实在抵挡袂咧牢伊设立的假见证是啥物讲司提反伊用假见证，说这个人司提反无停的咧糟蹋圣所甲律法，就是圣殿。伊说来糟蹋，是在践踏圣殿，
跟律法，是阮听起这个在做假见证的人，说阮听起司提反安尼讲啊，伊说迄个拿撒勒的耶稣啊，要来毁坏这个队，要来毁坏也要改变摩西所教导因的这律法所以伫公会内面呢，在听起的人目睭就看钉死在这个司提反的面顶啊。但是看起这个司提反很侪人咧用假见证咧讲伊个诽谤伊但是伊无惊吓，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啊，亲像天使的面。天使的面是啥物啊？咱毋知影，但是一定是真水真安详，真有慈爱，无惊真安详伫遐咧叫因讲话，真想袂到所以因跩目睭注重看，咧看伊的时阵竟然这个司提遮勇敢的徛伫因当中伊的辩论所讲的话，真有智慧，因有圣灵甲伊同在满有力量。那么这个司提反伫这个会堂内面讲啥物呢？大部分皆是讲到旧约的历史你毋通认为我对旧约无熟悉我对旧约嘛是真熟悉，嘛是真尊重摩西的律法但是恁的祖先无同，大概伊讲的内容就是提高这个亚伯拉罕的历史，提高雅各甲约瑟的历史，提高摩西的历史，提高这个大卫大卫王甲伊的囝所罗门咧建圣殿的代志，1517会讲出来，想袂到伊对旧约的历史真熟悉但是做第一护全大会的人在议会的人在犹太教的在领袖真大的受气的一句话，就记载伫下面。讲啥物呢？互因遮受气第8章51节安尼讲，伊说恁跩遇着暗鬼心甲耳未受割礼恁的心甲恁的耳无受割礼的意思就是无顺服神，毋听神的话，耳真耳耳心肝毋听毋顺服神的话常常恐惧圣灵讲恁知影常常拒绝圣灵恁的祖宗怎样，恁也是怎样。伊讲恁知的祖宗就是以色列的祖宗怎样呢？伊说倒落一个先知毋是恁的祖宗所迫害的。伊说咱以色列的祖宗即咧迫害跩先知跩国王咧迫害跩先知伊说因将有先咧讲到一位圣义者，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将这个甲伊害死恁交跩撒旦如今恁将迄个义者甲伊出卖了，并且甲伊害死了。恁的祖先将跩先知害死，现在弥赛亚来了，你也是将伊出卖，会将伊钉十字架害死恁无遵守天使所传托恁的律法竟然无遵守违反神的律法违反神的律法就是罪。伊听起了，跩人听到即几句最后一句的大发受气大发受气大发受气，就甲伊干哪只，甲伊撒出去。因听到跩话，因的反应就是将因的耳甲伊呢，毋听
甲黄咧，将因的鱼仔黄咧，就逐个人就向头先冲，向中头冲，将即个尸体犯甲掠咧，并且甲伊杀去、推出去、掠出去、飞出去到城外，用大底石头将伊忝死。伫咧因咧刑罚伊的时阵有一个少年家叫做扫罗，也是伫遐咧看，伊咧顾一甲衫裤，咧顾咧。59节，因遮跩宗教领袖当咧摕石头忝死的时阵司提反即个时已经头破血流，规身着伤伊咧要断开以前伊怎样讲呢？亲像主耶稣第12家顶咧讲的话，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求你接受我的灵魂伊知影伊已经无办法人忍受了，着伤遮厉害，要死了。伊祈祷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呢，佫跪落来涂骹咧，讲啥物呢？伊讲：主毋通将即个罪归互因。主毋通将即个罪因害死我，对不住你，反对你，恐惧你，会罪归伫因的心顶讲了即句话就圣经讲就困了，就是死了的意思。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看见这项代志，伊也是真欢喜伊以为说伊做了一件对的代志，其实是真错大错的代志，将一个好人传福音的人活用石头甲伊拍死。但是这个司提反无受训练，反倒当为因的罪来向上帝祈祷。主毋通将这个罪归伫因的心顶下面几句话，头一点，司提反伫公会内面指出跩宗教领袖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咱的以色列的祖宗怎样来害死跩先知？怎样无听上帝话，念着这个暗规断头壳无听上帝话无守律法将即个先知害死所以有5项罪，伊讲恁念着暗规，也就是咱现在咧讲断头壳，念着心的意思。第2项，伊说恁的心无，恁的心叫恁的鱼无受割咧，意思就是无正省无顺服，无听神的教示反抗神的教示。恁的心甲恁的鱼无受割咧的意思，无受管教的意思。第3，因抗拒圣灵拒绝圣灵的感动。第3，又搁将迄个义者耶稣甲伊出卖了，并且甲伊害死了。第5，因搁无遵守天使所传托因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无遵守，搁加伫遮来审判这个义人。祖宗恁的祖宗安尼，现在恁也是同款无改变所以伊真大胆的来指责，甲因辩论。所以司提反
是这个捍卫真理的信徒无惊强的势力，无惊强权势力伫头前面前真勇敢的讲出来，反驳因，讲因的错，所以伊是真正做一个为母而不屈，有即款基督精兵的精神啊。第二，伊伫危难当中伫危难当中，伊被圣灵充满，目睭看天，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又搁看见耶稣徛伫上帝的正旁，就是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徛伫神的正旁。伊的意思就是，有神甲伊同在，伫苦难当中有上帝甲伊同在。所以兄弟姊妹，咱无论伫生活顶面，伫地上、地顶无论发生多大的难处、困难，咱会记得，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就免惊。佮刷落去，因将尸体反甲伊掠出去，用石头忝死。伫死以前伊讲怎样就是讲到主毋通将这个罪归互因，甲主耶稣所讲的相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你要断去以前伊讲天父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影，因袂晓得。所以尸体反真正是耶稣的好门徒，因为耶稣伊学习耶稣饶恕人的罪过，有这个真宽的心，别人得罪伊，无将伊当作伊的仇敌，反倒当求上帝赦免的。即款的情形值得咱基督徒学习的。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当中有啥物人得罪咱？有啥物人伫言语顶面互咱无欢喜，定定记牢伫心内，是做啥物款的代志？咱记牢伫心内，毋原谅伊，甚至咱讲到死都毋原谅迄个人。耶稣的假使是安尼吗？咱看主耶稣，咱看司提反，耶稣伫十字架顶被钉死以前讲一句话，司提反互石头拍你要死去，忝你要死去以前讲一句话：主毋通将这个罪归伫因的身上。那么咱是毋是愿意发得罪咱的人，亲像主耶稣呢？咱若看去司提反是捍卫真理，有人伫真理行大路，咱就捍卫，将伊带来咱的生命才有一个价值。咱要侍奉主，有时咱拄着困难，咱就要离开。咱伫做 missionary， 伫外面拄着问题就放弃。但是咱看司提反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朋友。上帝借着主耶稣为咱牺牲生命来拯救咱，咱得救了。咱为主献上啥物呢？咱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会记得主耶稣讲最后一句话，有人就将耶稣所讲的一句话，爸赦免因为伊所做的，因毋知影。这块歌
伫30年前，教会 missionary Miss Anderson 咧教阮跩 choir 诗班咧唱歌诶时阵，伫复活节、受难节诶时阵，教阮一块歌。规个干打真长啊，但是我孤单会记咧最后一句话，伫我心内。每一摆我拄着心灵有问题诶时阵，还是有重担诶时阵，还是袂理解诶时阵，我就唱一块歌。这块歌是安尼，我诶喉无好势吼，我盼望唱出来。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Father, forgive them.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Father, forgive them. Father, forgive them。三个码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啊，当阮看到司提反为着主的工作牺牲了伊的生命，将家己的生命献互主。阮也是叫伊相同，是上帝借着耶稣拯救来，并且将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托阮跩属于神的儿女。司提反甲阮送，伊也是传福音，但是伊忠心交对，献上了伊的生命，无退缩，无拒绝。想到阮信主遮侪年，有真侪亏欠，求上帝赦免阮。有时阮退缩，毋敢搁做，将主袂记咧，袂记咧伊伫阮的身边，诚做阮的力量，袂记咧圣灵伫阮内面的做工，并且真容易放弃，求上帝赦免，使阮一个勇敢的心，一个温困的心来服侍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